桃园有议员争取规划进行道，煞引起诊所医生的抗议，讲安尼是车无法度动，患者上路车无方便。医生阁放条告，若准这进行道画落去，伊就要退休。议员是呼吁这个医生唔通倒开，交通局嘛回应讲，进行道会尽量兼顾过路人佮停车的需求。我们在这里已经19年了嘞，19年有出问题过吗？请问那个计程车怎么停？之后计程车没办法停哎，因为我们医疗院所绝对不可以这样画。伫桃园区中埔那个诊所头前为流线型进行道，引起诊所医生的抗议，车无法度临停，影响脑疾病人上下车。也发声要向病人讲，是因为议员争取为进行道，可以准备退休。议员是爱医生唔通情绪性来讲话，应该考虑公众的利益。因为这诊所附近周边都是这个所谓的大楼社区，有很多推着婴儿车的妈妈，每天要去上学的孩子根本没有路可以走。议员表示，中埔街附近有学校甲真济大型社区，暗过汽车占用情形严重，无过路人的空间。为了让过路人方便行，黄庆辉甲当地里长争取划设进行道。在路幅比较窄，而且有行人通行需求的地方，并能去检视周边是否有其他的停车空间来供给停车需求，像是路外停车场或是增设路边停车场等。针对医疗院所头前是不是划设有其他的方式，交通局回应为兼顾过路人通行需求甲停车需求，规划标线型人行道时阵，路的空间较充足，就会划设人停区；路的空间较矮，也到定检讨周边是不是有其他停车空间，来供应停车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